願致力國民革命凡40年，其目的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即40年之經驗，深知欲達到此目的，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湯。而家革命尚未成功，但我同志仍需依照如所說，建國當日、建國大綱、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，繼續努力以求貫徹。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，由須於最短期間出奇實現，係所自足。